大家好啊！我哋歡迎翻嚟我哋嘅我是狂龍王啊！上次我哋講完關於克服咗之後嘅最佳布陣方法啦，係咪？嗱，我上次都講咗，我諗住將岩柱換落嚟，換一個 SP 嘅戰日驚雷戰日呢個 SP 戰日。嗱，我見到好多嘅出名嘅 YouTuber 啦，例如宇宙英雄加特曼，佢哋都成日話戰日同埋無一郎呢個組合加埋單體 AOE 都係無敵嘅。嗱，點解我想用三輸出呢？第一，我材料夠啦，係咪？我材料夠。第二，我認為三輸出，因為我坦度已經好高啦，蛇柱免疫技能傷害，跟住玉壺咧又可以開局嘅時候就有一個抵擋50%嘅護盾。之後我升咗之後咧，蛇柱係有一個蛇輪嘅，即係增加100%嘅護盾啦喺開局嘅時候。跟住呢個炭十郎每回合都可以加一個護盾啦，無一郎都可以嘅。所以我就諗緊，我覺得岩柱佢作為一個坦克，雖然佢輸出好勁啦，係咪？我之前都見到成日話佢嘅輸出係好勁嘅，但係我認為佢嘅輸出根本係唔夠嘅，因為佢作為一個坦克，佢應該要有嘅係坦度，而唔係一個輸出。佢輸出勁冇用，佢最緊要係一個坦度。雖然佢係隊長，但我都要將佢換落去啦，即係所有傳奇角色。嗱，換咗之後，我諗住換一個輸出啦。我輸出直接揀 SP 啦，我而家有資源有資金，我直接係揀 SP 啦。但係咁多 SP，我覺得呢三個女角色都係實在好廢嘅。但係點解我唔揀呢個風柱咧？風柱佢勁咩啊？佢勁係咩啊？佢冇嘢勁嘅，佢冇嘢勁，點解我要揀佢啊？佢又冇得復活喎，佢冇得復活，佢呢個係齋一個 AOE 嘅輸出。我要 AOE 嚟做咩啫？我咁多 AOE，佢大招 AOE，佢唔係 AOE，但佢可以幫助 AOE。佢之後嗰個極限值滿咗之後 AOE 一技能呢個都係 AOE。玉壺大招 AOE， 咁直接我揀咁多個 AOE， 我單體目標就冇咯喎。雖然佢大招單體，我係真係想揀一個係真係比較全面 AOE 同埋單體，除咗無一郎之外，所以我就揀咗驚雷戰日。今日我介紹一下佢嘅技能特徵啊，佢係作為一個輸出嚟嘅。首先一技能對前方一連進行斬擊，對每個目標造成攻擊100%嘅傷害啦，50%基礎增加成感電。感電係咩啊？係廢過係炸個蛇柱嗰個嘅痛覺殘留嘅。痛覺殘留咧係每回合少20%生命值，但係感電啊、灼燒流血呢啲普通嘅就係得15%嘅生命啫。每次釋放呢個技能，成日都會獲得一層會心。會心係咩啊？暴擊傷害提升5%，最多6層，即係最多30%啦。佢暴擊率也都係好高嘅，佢本身。每層嘅會心將呢次嘅技能打擊次數增加1次，即係可能你一列100%，即係代表啲咩啊？係每次嘅打擊會造成60%喎。即係如果我6層嘅話，6×6=36，360%喎，可以加多360%喎。即係加埋可以540%嘅攻擊嘅傷害喎。喺神速嘅狀態之下，呢個技能都會以最大嘅會心，即係6層會心，即係最多都可以540%喎。即係第一個回合嘅時候，你可以540%。係啦，你之後咧，你極限值滿咗之後都會有個神速嘅，所以你成日呢個角色算係你獲得一個極限值係比較容易一個角色啦，最容易係炭十郎。咁多個 SP 角色同埋 UR 角色入邊最難獲得極限值嘅就係蛇柱，蛇柱好難獲得極限值嘅，佢真係，尤其是佢單體攻擊嘛，你要命中被破壞嘅目標。好，第二被動技能神速啦，攻擊力40%，生命20%，速度30%。戰鬥開始獲得神速，神速係咩？速度大幅提升，免疫控制技能持續2個回合。嗱，你1、2技能你免疫咗之後，你3、4都會得噶啦。所以只要你有一個神速，你1、2、3、4都係可以免疫控制技能嘅。但速度你就冇咁大幅提升啦。呢個角色我未攞到，但係我喺2日之後即將會攞到。戰日每次行動之後會回復10%，佢連擊嘅話就可以一個回合攞20%噶咯。神速極限值翻倍，係啊，因為你極限值翻倍即係你我神速一二回合神速啊嘛，我2個都有個40%乘以80%喎，80%喺神速狀態之下有80%係可以增加成電耗。電耗係咩？每層受到雷鳴嘅傷害提升每層100%，最多3層，即係最多300%啦。大招第2回合嘅大招，鎖定敵方攻擊力最高嘅單位，造成並佢附加一層電耗。電耗即係啱啱講緊嗰個啦。
嗱，呢個咧就係驅散所有嘅增益效果，即係同驅散嘅技能，所以佢唔使睇驅散噶啦，驅散通靈輔助帶嘅啫。對呢個目標造成400% 嘅傷害，哇，400% 喎，攻擊力最高嘅單位喎，即係呢個單體目標嚟噶啦。如果速度低過善逸，善逸一開始有神速噶嘛，我之後諗住幫佢加多個加速度嗰個嘅嗰本書啦。咁樣就可以令到佢肯定可以呢個增加30%，即係430% 嘅傷害。之後敵方全體單位都會每個人受到攻擊力40%，即係4416，160%。430加160等於590，590%，總共造成590% 嘅 AOE 傷害，50% 為佢哋基礎機率，為佢哋增加一層電耗。喺神速嘅狀態，即係神速，即係1、2回合肯定有噶啦，會無視50% 防禦力，並且對佢額外造成一個攻擊力100% 嘅雷鳴傷害啦。咁雷鳴就喺呢度有用啦，就係增加100%啦。所以如果你電耗攻擊力最高嘅單位電耗越高嘅話，佢就係可以增加佢嘅雷鳴傷害就會越嚟越高。呢個被動技能極限值，佢嘅攻擊會令到大約3層電耗嘅敵人俾人暈咗1個回合，並對佢造成攻擊力100% 嘅雷鳴傷害。雷鳴傷害即係頭先啱啱嗰個啦。每對1名敵方單位觸發暈嘅效果之後咧，就會恢復20%，好簡單噶咋咁樣。所以話佢係最好 SP 入邊最容易獲得極限值嘅一個角色之一。喺佢極限值達到100，行動之後將會對全體單位造成善逸攻擊力100% 嘅雷鳴傷害。乜嘢意思？加埋500%，就算佢普通攻擊佢都有500% 嘅傷害，並進入忍耐狀態。忍耐狀態即係好似一個斑紋咁啦，攻擊力提升20%，清空自己極限值。忍耐狀態之下，即係呢個斑紋狀態之下咧，係冇辦法通過自己技能獲得極限值嘅。並且攻擊之後會觸發一次特殊嘅攻擊，對佢生命值最低嘅單位造成一個攻擊力100% 嘅雷鳴。所以你而家知道雷鳴你係好重要嘅，你係受到攻擊嘅基礎。但係如果你電耗，你可以增加佢受到雷鳴嘅傷害，增加100%喎，最多300%。所以你呢個電耗同埋雷鳴係一個好重要嘅，比其他比呢個斑紋仲重要。其實最重要都係神速啦。跟住就有60% 嘅機率暈咗佢，真係好多。我發現 SP 角色好中意暈人哋嘅，好中意算冤揾地嘅。跟住敵方單位每攜帶1層感電都會額外受到1層雷鳴。話咁佢真係3層再加多1層喎，400% 嘅傷害喎。最多就係可以計算3次啫。特殊攻擊每回合就係1次啦。忍耐狀態就會重新獲得神速。呢個係咩啊？生命攻擊速度同埋暴擊率啊！呢個專屬裝備強化雷之呼吸1自然即係1技能，額外為技能目標入邊攻擊力最高1層電耗，即係增加100% 雷鳴傷害啦。每次行動同埋被攻擊之後，善逸都會獲得1層抑流。抑流係咩？攻擊力提升5%，持續1個回合，最多6層。我覺得應該通常每層都係每回合都係淨得攞到15% 攻擊力提升嘅啫，因為你冇可能一回合又俾人打6次，自己又可以打到人哋啊嘛。就算打到最多也都可以，但係你俾人打咗之後，你冇機會出手。速度提升20點啦，呢個冇乜用嘅。忍耐狀態即係斑紋狀態之下咧，會喺每次行動為佢單位附加一層感電。每有一個攜帶3層以上嘅敵方單位就會獲得1層電耗。佢攻擊攜帶電耗嘅單位就會對面所有敵方單位都會附加一層感電。係啦，呢個就係驚雷善逸呢個所有最強 SP 輸出啊！最強呢個無一郎係第一位啦，無一郎我之後會介紹嘅。呢個係最強 AOE 輸出，佢嗰啲材料咧，其實我已經準備好晒㗎啦。嗱，例如呢個啦，我諗住加呢個，我就可以升到中級就夠㗎啦，唔使升太多嘅。跟住好多材料我都準備晒啦，我諗住岩柱都直接繼承啦。跟住我呢個無一郎上邊俾呢個佢啦，跟住佢無一郎俾咗佢之後咧，我諗住蛇柱都俾一套佢，俾一件裝備佢，就係俾呢件啦。所以佢每個人一件，跟住善逸呢度咧有2件垃圾裝備，諗住幫佢自己升一升啦。係跟住岩柱啲劍術呢個係攞走先嘅，我遲啲就會買晒嗰個叫加速度嗰個啱啱嗰本書咧，呢個都係換落去嘅。跟住雲玉、御手全部都係直接繼承。呢一個我諗住呢個繼續俾佢，因為我都會落場啦，我嗰隊都冇任何嘅坦克英雄。跟住我諗住將呢一個俾咗善逸先。善逸之後咧，可能遲啲會解鎖槽位噶嘛。呢個其他不變嘅，
跟住呢個佢係攞呢個啱噶啦，跟住無一郎嘅話，佢就將呢一個極限突破比做善逸啊，咁樣就係啦。我哋下一集就會講關於無一郎，拜拜。